序列公路求生，我在末日升級物資。第606章出發。2032年嘅除夕夜，陳野瞓咗前所未有咁好嘅一覺。原本以為呢個夜晚同以前一樣，最多瞓得1個半鐘，甚至仲要伴隨噩夢。但係喺得到徐麗娜俾嘅紅包之後，呢種情況得到咗極大嘅改善。徐麗娜俾嘅紅包裏面係一張清心符，估計係呢個女人見到陳野常年俾失眠困擾，先至想辦法搞到呢張清心符。朝早起身之後，陳野見到床邊上嗰張已經燒成灰燼嘅符紙，一時間都唔知講咩好。有句話叫做最難消受美人恩，呢句話雖然對於陳野呢種人嚟講並唔成立，但陳野都係記住咗徐麗娜嘅呢張符紙。呢張符紙如果換自己去搞，應該唔會好難。但係對於徐麗娜，身為最弱超凡，徐麗娜能夠拎得出嘅牌並唔多，諗嚟係付出咗唔少代價先至得到呢張符紙。下晝，陳野打住喊路出咗車廂。陳先生，新年好。陳先生，新年好。陳野一路行嚟，遇到無數善意嘅新年好。就算係陳野，呢個時候面上都多咗一啲溫暖嘅神色，同每個打招呼嘅人微微手。新年啦，新嘅一年，新氣象。陳野，新年好。小魚兒，新年好，希望新嘅一年你冇咁乞人憎。陳野搓咗搓小魚兒柔順嘅頭髮，結果俾小魚兒毫不客氣咁打走隻衰手。哼，成個車隊裏面最乞人憎嘅人應該係你啩？小魚兒毫不客氣咁反駁。其他嘅普通人好打發，但小魚兒可冇咁好打發。同陳野拜年之後，小魚兒伸住細手舉到陳野面前。陳野，利是呢？喂，小魚兒，你就快18啦，仲想要利是？混蛋，我先得14，唔想俾利是就直講。估中咯，我就係唔想俾利是。陳野幸災樂禍。唔得，人哋都俾咗，你唔俾，你唔怕醜咩？小魚兒一臉鄙夷。怕咩醜啊？因為我唔要面㗎。陳野一副完全冇所謂嘅樣。你可惡。小魚兒嬲到面都紅晒。但如果以為小魚兒就咁放棄，嗰都係絕對唔可能嘅。小丫頭就纏住陳野嘅屁股後面念經，反正就冇停過。最後，陳野俾煩到實在冇晒計，從懷裏面掟出一條士力架飛咗過去。耶！小魚兒揸住士力架如同一陣風跑遠咗。擔台別，新年好，利是拎嚟。擔台別啱從帳篷裏面轉出嚟，頭上嘅頭髮都未整理，就好似個雞竇咁頂喺頭上，然後就遇到咗小魚兒嘅手刮。擔台別諗都冇諗，嘴裏面撈到，我肯定仲未瞓醒，再瞓多陣。唔得，你都醒咗，唔可以再瞓覺啦，利是，利是。小魚兒揸住擔台別嘅衫袖，成個人同地面形成咗一個45度嘅夾角。營地裏面嘅人大都醒咗，新年好嘅聲音絡繹不絕。身為隊長嘅處切，絕對係聽到呢句說話最多嘅人。當然，處隊長同陳野一樣孤寒，都冇咩利是派出去。主要係成個車隊裏面適合拎利是嘅，就淨係得小魚兒一個。其他同小魚兒年紀相若嘅都冇咩人，或許都有17、18歲嘅，但呢啲後生仔冇一個劍仙序列嘅家姐。此時營地裏面已經開始佈置出發嘅相關事宜。今次行動，車隊裏面嘅普通人會留喺基地呢度，尋日議會呢邊都會留低一啲超凡者維持基地嘅秩序。超凡者係今次行動嘅主力，當然都會有幾個做輔助性工作嘅普通幸存者。呢啲幸存者主要係負責揸車同埋整理超凡者們帶返嚟嘅物資。公平車隊呢邊聽講為咗爭奪跟隨而去嘅機會，好係咁進行咗一番勾心鬥角。要知道，公平車隊呢邊嘅規矩就係有勞有得，只要係付出咗勞動嘅超凡者們都會俾啲物資作為報酬。而其他車隊顯然唔係呢個規則。見到其他車隊被選中嘅人，大部分都係一副苦瓜面。食完簡單嘅早餐，車隊幾人紛紛上車，開動車子開始前往基地呢邊嘅廣場上集合。
陳野嘅怪物皮卡喺呢幾日早就充滿咗電。呢種時候，身為領路人，自然都係留低嘅。因此，公平車隊嘅除咗領路人序列嘅隊長處切，其他人全部出動晒，就連機械師序列嘅公勇都喺其中。公勇嘅手中揸住嗰把鋸木頭嘅油鋸，面色好嚴肅。徐麗娜都係全副武裝，黑色嘅牛仔褲有住誇張嘅曲線，喺大髀嘅外側都綁住兩把黑色嘅手槍，再配合其魔鬼一樣嘅身材，以及頭殼後面嗰條紅色嘅馬尾，成個人睇起嚟就好有動漫展上面嗰啲人氣角色嘅感覺。當然，只係睇起嚟冇動漫展上面咁誇張啫。呢個女人有辦法將槍收喺唔被人發現嘅位，平日都好少將呢啲槍攞喺人前，而家咁做，顯然係為咗俾自己增添一啲信心同勇氣。隔籬末日後戲班嘅營地裏面都有車輛開咗出嚟。陽光男孩吳澤輝嘅面上戴咗個孫悟空嘅面具，見到陳野等人嘅時候，呢條友仲衝陳野佢哋招手，成個猴樣。令到陳野在意嘅係呢條友嘅手中竟然真係有一支金剛棒，當然唔會係孫悟空嘅金剛棒，估計係喺邊度揾到一件奇物。呢條友係神格面具序列，而家嘅變化應該係同佢自己嘅能力有關。隔籬骷髏車隊嘅人都喺公平車隊同末日後戲班車隊後面出發咗，一架車身印住骷髏嘅車跟住呢兩個鄰居嘅後面出現咗。唔少人企喺營地嘅門口，對住呢邊瘋狂揮手，一副好擔心嘅樣。反而係要出發嘅呢班友有啲興奮。嗰個短髮沉默嘅女仔都坐喺車嘅副駕駛位上面。眾人好快就嚟到基地嘅廣場呢邊，呢度已經聚集咗唔少車隊。牧羊人車隊、幸福一家人車隊赫然就喺其中，仲有夜以及徐林浩佢哋兩個嘅車隊。見到公平車隊前嚟，烏鴉嗰條友直接企喺車上面，對住陳野呢邊瘋狂招手，示意佢哋過去。陳野佢哋就順其自然咁將車開咗過去。末日後戲班就跟喺陳野佢哋後邊。骷髏車隊呢邊左右望咗望，最後都跟咗過去。喺咁樣嘅環境裏面，抱團顯然都係一件好重要嘅事。喺咁樣嘅末日，有時人類比詭異更加恐怖。此時呢個大廣場呢邊都係東一堆西一堆咁泊住車，大家有一句冇一句咁傾閒偈，但係大家嘅目光都有意無意咁望向一個方向。喺嗰度，嗰班人同陳野佢哋好唔一樣。呢啲人都着住統一嘅制服，制服上面都有統一嘅圖案。圖案上係一個滿面皺紋嘅老人，豎住一支食指做收聲嘅動作。見到呢個圖案，顯然就係沉默議會嘅。佢哋嗰邊都有幾十架車，其中每個人身上嘅圖案都有區別。有啲人身上圖案係金色嘅，有啲人嘅圖案係銀色嘅。其中藍色圖案嘅人最少，佢哋嘅神態舉止顯然係普通幸存者，應該係沉默議會最普通嘅成員。仲有黑色嘅，睇態度應該係比藍色圖案嘅成員地位更加高。仲有嗰啲金色同銀色嘅，顯然就係超凡者啦。其中金色嘅最少，睇起嚟淨係得2個人咋。呢啲全部都係沉默議會嘅觀察員。金色嘅係特級觀察員，一般至少由中級序列超凡者擔任。銀色嘅係高級觀察員，一般由低級序列超凡者擔任。黑色嘅係黑色觀察員，由黑衣擔任。藍色嘅係普通觀察員，一般都係普通人。隔籬嘅趙大媽見到陳野佢哋望向嗰邊，就順便解釋道：佢哋呢班隊長呢幾日日去開會，因此對於沉默議會都係好了解嘅。咁係咪特級觀察員之上仲有？擔台別好奇咁問。嗰就唔知啦。沉默議會嘅呢班有神秘到爆，呢班有成日講一半留一半，鬼知有咩秘密。鐵絲、叮咚，你哋幾個最係單純，要係喺直市遇到沉默議會嘅人，最好留個心眼，呢班有點睇點唔對路。趙大媽嫌棄咁啤咗一眼沉默議會嗰邊嘅成員，顯然一副好警惕嘅樣。陳野隨口回答：知道啦。趙大媽眼望咗陳野一眼，哼道：你都係唔使擔心，你唔去呃人就算做咗好事㗎啦。陳野係喎，處切嗰條友冇嚟送你哋？冇。呢條老嘢心仲真係大。
要是處隊聽到老爺呢個稱呼，恐怕心都要碎一地。處隊長除咗頭髮冇幾條，但其實本人年紀都唔大。重返城市計劃絕唔可能1日或者2日就完成。按照尋密議會嘅計劃，最快都需要至少1週，慢嘅話1個月都有可能。畢竟係成個城市，雖然直市並唔大，但其中收埋嘅詭異絕對唔會少。加上尋晚趕到基地呢邊嘅1支車隊，成個基地呢邊算起嚟，目前有32支車隊，超凡者150人左右。普通嘅話，目前基地嗰邊已經超過咗3000人。就喺呢個時候，一群雀仔飛入廣場中間，喺廣場嘅高台之上盤旋。一道人影從雀仔群之中轉出嚟，赫然就係侯長老。黑色嘅燕尾服，黑色嘅絲綢禮帽，以及膊頭上嘅雀仔，仲有右手揸住嗰個大喇叭。呢種出場方式都算係震驚咗唔少人。侯長老環視現場所有人，然後將手裏面嘅喇叭舉到膊頭嘅雀仔嘴邊。各位，今次重返城市計劃若果成功，將會係我哋人類嘅一次巨大成功。巴拉巴拉，尖細嘅雀聲從大喇叭裏面傳出嚟。陳野好懷疑侯俊吉係呢隻雀，定係嗰個啞巴。開場白用咗1分鐘唔使。侯長老大手一揮，出發。第607章第一次做隊長，打得過就打，打唔過就走。車隊好似一條長龍咁，陸陸續續從基地嘅大門駛出。趙大媽佢哋呢啲隊長都俾人留低咗。領路人冇戰鬥能力，雖然好多領路人係有壓箱底嘅手段或者奇物嘅，可是喺重返城市計劃之中，領路人並唔適合上場。領路人參與咁樣嘅戰鬥，拖後腿嘅可能遠遠超過起到嘅作用。每一個領路人係無比珍貴，唔應該損失喺咁樣嘅行動入面。至於點解普通人可以去，而領路人唔可以去？理由好簡單，死一個普通人對於一支車隊嚟講係能夠接受嘅，但如果死一個領路人，呢支車隊基本上就算係廢咗。處設唔喺度，今次陳野就成為呢支車隊嘅臨時隊長。之前處設已經將今次公平車隊負責嘅區域交代俾陳野，並且陳野嘅手中都有一張直市嘅地圖。成個直市分為4個區：直區、青山區、高新區同老區。青山區嘅範圍囊括咗成個直市嘅山勢地形，喺呢度可以俯瞰成條夕陽大道，以及整條直市嘅海岸線。每日喺傍晚嘅時候，能夠睇到廣闊嘅橘子海。但青山區並唔靠海，中間俾直區隔開。高新區算係直市嘅新區，呢度有好多工業園同廠房。老區有好多舊式嘅建築物同美食街。好多遊客中意嚟呢度打卡揾當地美食，而直區正係成個直市喺網上名聲大噪嘅原因所在。喺呢度能夠近距離睇到最靚嘅橘子海，其中一條夕陽大道從城中心直通大海。企喺夕陽大道嘅隨便一個點位，都係絕佳嘅網紅點位。夕陽大道上嘅人間煙火同大海相襯托，特別係傍晚嘅時候，成條夕陽大道化成金色。再同大海喺同一幅畫面之中，咁樣嘅相總能夠隨隨便便喺網上得到上千點讚。如果再多一啲大長腿之類嘅，輕易可以到上萬點讚。至於夕陽大道以前叫咩名，冇人知道。公平車隊由於其強勁嘅實力，因此呢條比較繁華嘅夕陽大道及其周邊一啲範圍就由公平車隊負責。咁樣一條末日之前熱鬧非凡嘅大道，要係喺末日之前，絕對係人人都想去嘅地方，但而家咁樣嘅一條大道，絕對係噩夢。呢度收埋幾多詭異，冇人知道。對於呢個決定，處設都係反抗過嘅，但最後嘅結果就係冇咩結果，因為重新抽籤之後，公平車隊都係負責夕陽大道。呢個令到處設一度懷疑係咪侯俊跟呢條老嘢從中搞鬼。結果處設去睇咗尋密議會負責嘅區域，直接沉默咗。尋密議會嘅人係多，但佢哋主要負責成個青山區。成個咁樣嘅決定，令到之前對尋密議會有啲抱怨嘅人直接收咗聲，令到處設好受啲嘅就係牧羊人車隊嗰邊。都因為江油嘅存在，牧羊人車隊就喺隔籬嘅棲霞大道。
嗰都係一條網紅大道。末日之前，喺網上嘅熱度都係僅次於夕陽大道咋。直驅近在咫尺，陳野覺得自己身為隊長，必須要令大家充分領會自己嘅精神同意志。拎起對講機，吱吱，嗨嗨，各位，我哋負責嘅區域，想必大家都知道啦。今次柱徹唔喺度，我就係隊長。柱隊長之前同我交代過，將你哋帶出嚟，就要將你哋一個不漏咁全部帶返去。呢句話柱徹確實講過。尋日除夕，柱徹喺交代完公平車隊負責嘅範圍之後，就語重心長咁對陳野講過咁樣嘅話。公平車隊嘅超凡者雖然比較多，但隨便死一個，都係足夠傷筋動骨嘅。對於柱徹嚟講，成個公平車隊嘅超凡者冇多餘嘅，因此我哋打得過就打，打唔過就走。記住咗，今次嚟嘅車隊足足有32支車隊，我哋唔係主角。記住咗，我哋唔係主角。個人英雄主義呢啲嘢要唔得，我哋唔好做嗰個最打得嘅，但一定要爭取做嗰個最走得嘅。隔籬就係牧羊人車隊負責嘅棲霞大道，我哋盡可能嘅將怪物引到佢哋嗰邊去。我哋公平車隊就得1名序列4，佢哋牧羊人車隊係足足有2名序列4㗎。記住未？公平車隊裏面，凡係喺車隊頻道嘅人都沉默咗。粉毛少女冚住額頭，我就知道會係咁。公勇，呢唔係好妥喎。我之前聽柱隊長講過，只要打低嘅就係自己嘅地盤。咁樣嘅話，徐麗娜反而冇諗咁多。陳野嘅呢番話，佢對於陳野嘅呢番話倒是頗為認同。鐵絲都冇諗咁多，陳野係隊長，咁就聽野子嘅好啦。喂，你哋聽唔聽到啊？陳野嘅聲又喺對講機裏面傳咗出嚟。今次對講機裏面好快就傳出淡台別嘅聲。陳隊，呢唔係好妥啩？要係咁樣嘅話，即使打低，夕陽大道呢邊會唔會變成人哋㗎？陳隊，你第一次做隊長可能唔習慣，不如呢個隊長等我嚟做。各位覺得點樣？不如我哋投票，邊個票數多邊個做隊長。我先發表聲明，要係我做隊長，我一定身先士卒，努力做好呢個隊長嘅職責。呢先啱出基地冇幾耐，淡台別呢條友就打算作反啦。你收聲啦你！陳野毫不客氣咁打斷咗淡台別嘅就職演講。淡台別，你條友最好老實啲，咪咁衝動。你嘅命就得一條，要係你瓜咗，你架車就係人哋架啦。你老婆，嗨嗨，你條友怕係未結婚啩？我哋能唔喐手就唔喐手。夕陽大道嗰邊範圍唔細，詭異嘅數量肯定超過我哋嘅想象。而且根據內部情報，成個直市嘅中心部分有幾隻好難搞嘅詭異。所以我哋今次所有人，我係講嘅所有人，唔好分散，唔好分散，記住咗，唔好分散。其實呢，陳野係諗住叫基地所有嘅人聚集埋一齊，咁樣最係安全。但好明顯，其他人亦都唔會聽佢嘅。喂，你哋都喺度聽未？孫西西，粉毛少女嘅聲有氣冇力，聽緊啊！叮咚。公勇，知道啦。徐麗娜，聽到啦。陳野一個一個點名過去，眾人都有氣冇力咁回應。大家都係後生仔，因此喺開始今次重返城市計劃嘅時候，大家心裏面多少都有啲大殺四方，然後震驚所有人嘅諗法。邊個少年唔夢想住鮮花同掌聲？但陳野嘅決定，顯然就係叫佢哋做縮頭烏龜。雖然知道呢個係啱嘅，但都係有啲冇咩精神。由於陳好唔係公平車隊嘅成員，因此陳好負責嘅區域並唔喺呢度，佢跟隨大順王朝車隊一齊行動。如果陳好喺呢度，肯定要同陳野拗兩句。畢竟陳野嘅呢番發言，真係同陳好嘅信念相悖。我屌，陳野，你條友仲可以再冇啲面皮啲。好在我偷聽咗你哋嘅頻道，否則俾你呢條友害死。
都話好人唔長命，禍害為千年，果然如此啊！個天冇眼，對講機裏面突然就傳來一個有啲熟嘅聲，聽呢個聲，正係牧羊人車隊嘅馬老大。馬老大呢隻人馬喺基地裏面都算係風雲人物，畢竟冇呢樣異化外顯嘅人馬喎，好多人第一次見。因為兩支車隊負責嘅區域比較近，因此喺其他車隊各自奔赴自己負責嘅區域嘅時候，牧羊人車隊同公平車隊就係行同一條路。馬老大知道陳野係今次嘅臨時隊長嘅時候，就心裏面有啲唔安樂，於是專門偷聽咗陳野佢哋嘅頻道。頭先聽到陳野叫隊員們將詭異引去佢哋地盤嘅時候，就覺得陳野呢條友簡直唔係人。聽到陳野嘅騷操作，尖裏收埋喺帽衫之中，嘻嘻冷笑，一副嚟啊，互相傷害啊嘅意思。至於江柔，呢個女人身上嘅露背紅色包團裙已經化做咗紅色嘅盔甲，一頭黑色長髮已經紮成咗馬尾，高高咁束住，眼神啤翳，神態該傲。對於陳野嗰句話，佢只當放屁。只有馬老大氣急敗壞，因為今次嘅臨時隊長正係馬老大自己。對於馬老大嘅叫囂，陳野只係冷笑，然後閂咗對講機。聽到又如何？車隊一直順住直市嘅沿海大道前行，已經能夠睇到直市嘅輪廓。路邊上嘅建築物越來越多，不時能夠見到一啲裝修得好精緻嘅民宿同別墅。只係常年冇人打理，呢度已經荒廢咗好多，甚至有時候仲可以喺別墅同民宿嘅露台見到兩個蒼白嘅或者漆黑嘅人影企喺嗰度，陰森咁注視住經過嘅車隊。顯然呢啲就係直市嘅詭異。呢啲詭異並唔喺公平車隊同牧羊人車隊負責嘅範圍，因此車隊從唔停下。就喺呢個時候，嗡，空氣之中一陣劇烈嘅能量波動，然後就見到一條淡青色嘅能量柱衝天而起。嗡嗡嗡嗡，唔等陳野佢哋仔細睇，第二道、第三道能量柱陸續衝天而起，一共13道能量柱，直接將成個直市包裹其中。13道能量柱之間相互連接，形成一種神奇嘅頻率，並且引動咗空氣中嘅某種能量，令其隨住呢種頻率發生變化。呢個係陣法師查烏好犀利嘅手段。對講機裏面傳來驚嘆，之前就聽楚切提過，尋日議會請嚟咗查烏，顯然呢個陣法就係查烏嘅手段。車隊穿過陣法嘅時候，能夠明顯感覺到俾一種神奇嘅能量洗禮。終於，當車隊嚟到夕陽大道嘅時候，入眼便係一條風景絕佳但極其破敗詭異嘅風光大道。眾人仲嚟唔切觀察呢條曾經喺網上久負盛名嘅網紅大道，就見到隔籬嘅一間酒店高處懸掛住一條紅色嘅橫額，橫額上面寫住幾個大字：呢度有生人。第608章末日狂想。一道快若靈貓嘅身形喺廢棄嘅樓宇外表面狂奔，就係喺嗰啲高樓嘅外牆狂奔。呢道身影就好似擺脫咗地心引力嘅規則，成個人同外牆面呈現90度嘅姿態，每一大步跨出就能夠喺空氣之中拖出殘影。爽，太爽啦，哈哈哈！呢道狂奔嘅身影不斷喺樓宇之間跳中，期間傳出嘅歡快猖狂嘅笑聲，就好似一個癲佬。就喺身影嘅後面，一個黏黐黐嘅，仿如成身沾滿續油污嘅女人，從窗戶裏面爬出嚟，嘴裏面都發出快樂嘅笑聲。生嘅，呵呵，生嘅。呢個沾滿油污嘅女人面色慘白，頭上嘅黑色頭髮成一縷縷嘅同地面呈現垂直關係，但係成個人卻同之前嗰個喺樓宇外牆狂奔嘅嘢一樣。當呢個女人都爬上樓宇外牆嘅時候，女人身上嘅油污瞬間沸騰起嚟，將女人嘅身體牢牢咁吸喺外面。女人雙手雙腳趴喺外牆，雙手雙腳飛快交替爬行，速度竟然唔比嗰狂奔嘅身形慢幾多。凡係俾女人爬過嘅地方，都會留低一長串嘅漆黑嘅油污，比呢個末日更加添咗一分殘忍。前面嗰道身影似乎對於身後追逐嘅女人根本唔在意，
佢已經將成個樓宇嘅外牆當成咗賽場，旋轉跳躍，不停歇，甚至有時候仲能夠利用伸出嚟嘅露台等建築物嚟個空中轉體720度。成個逃亡嘅過程喺佢嘅身上顯得無比嘅優雅鬆容。身後嘅油污女人目光痴纏，死咁睇實嗰個身材矯健嘅男人。呢個畫面好似你食飯嘅時候，屋企隻狗望住你手裏面嗰肉骨頭。喂，徐林浩，咪玩啦！就喺男人衝出呢邊單位最後一棟民宿嚟到街面嘅時候，一道有啲無奈嘅聲響起。一個面容普通但渾身青春氣息嘅女仔叉住腰，一副無可奈何嘅樣。嚟啦！就喺呢兩個字講出口嘅時候，徐林浩喺民宿嘅外牆狠狠一撐，成個人好似一隻無比靈巧嘅紙，喺空中轉咗唔知幾多個720度之後，穩穩咁落喺地上。就好似頭先做嗰啲動作嘅，並唔係呢個人，佢淨係喺度擺咗一個好乞人憎嘅完美結束動作。生人，生人，呵呵呵。身後嗰支滿油污嘅女人都跟住撲過嚟。喺太陽光嘅照射之下，嗰女人凌空撲向嗰塊鮮美嘅骨頭。就喺呢一瞬間，喺徐林浩完美 pose 動作嘅隔籬，一身黑衣嘅夜微微彎腰，成個人好似一隻就快暴食嘅獵豹，手中嗰把看似玩笑一樣嘅玩具刀，帶住非一般嘅凌厲，刀拔出寸。喺油污女人喺陽光最高點嘅時候，刀光乍現，刀刃出鞘，一道寒光激起咗成條街嘅應激，路邊嘅垃圾桶以及地面上嘅紙屑紛飛。唔好啊！一聲驚叫，嗰油污女人瞳孔瞪大，睇住刀光臨近，卻乜都做唔到。喺刀光之下，嗰油污女人被劈成兩半，化作兩有黑黏稠嘅油污跌喺地上。呢兩油污似乎係想合埋一齊，每次睇起嚟就快合埋重新以太嘅時候，卻又俾一種神奇嘅能量分開。慢慢咁，呢兩油污最終失去咗力量，真係就化做咗兩灘漆黑嘅油污巴喺地面上。徐林浩行咗過嚟，拍咗拍黑衣男人嘅膊頭，嘖嘖，磨刀人序列，果然犀利。就算你仲未到序列4，怕係比起江油同孫西西都係唔差㗎啦。呢把刀都係越來越驚人啦！磨刀人，磨刀人，你哋序列嘅名仲真係貼切啦。黑衣男人正係爺，兩人之前從綠洲離開，後來雙方嘅車隊喺遷徙嘅過程之中，各自遭到咗不同程度嘅打擊，因此兩人喺後來遇到之後，就乾脆將兩支車隊合成一支，車隊名末日狂想者車隊，簡稱狂想者車隊。狂想講嘅就係想翻去原來嘅世界呢件事，簡直就係瘋狂。呢個帶住一啲諷刺嘅車隊名，好符合咁樣嘅末日。夜抹咗抹嘴，但最後都係冇講嘢。徐林浩點點頭，知道知道，滅生刀嘛，滅絕一切生機，無論係人定係鬼兒。磨刀人序列乜都好，就係有一條唔可以講嘢呢個規則，真係令人唔舒服。隔籬之前出聲嗰個青春少女點點頭，確實要人一世唔講嘢，呢個副作用真係太變態啦。講一句話，實力就弱一分，換我肯定堅持唔落嚟。隔籬呢個人都係超凡者，係末日狂想者車隊嘅另外一名超凡者，亦都係今次重返城市計劃嘅參與者，名叫做郭玲，生得一般般，但勝在後生，亦都有一陣活潑嘅勁。係後來先至加入車隊嘅。郭玲身上嘅青春氣息，俾成個車隊增添咗一啲生機。但係話又講反轉頭，如果冇呢個副作用，我哋嘅嘢，怕係只會比嗰個談台別更加嘈喧巴閉，哈哈哈！隔兒隔兒隔兒，兩人笑到前仰後合。郭玲，你係唔知，之前喺綠洲嘅時候，陳野嗰條友激到夜抹口鬧人，嘖嘖。後來夜好耐先恢復實力，哈哈哈！夜仲有講嘢嘅時候，嗰個聆聽到夜竟然講咗嘢呢件事，一時間都好驚訝。自從佢加入車隊開始，就未聽過夜講過一句。少女笑到前仰後合，喺佢嘅腦中冇法想象呢個從來未講過一句話，甚至連哼之類語氣詞都慳返嘅嘢。
竟然有人能夠令佢擘口講嘢。三人一邊講住嘢一邊向前行，打算去揾其他隊友。喺走過一處彎角嘅時候，夜似乎係有所察覺，擰轉頭四周打量咗一下，除咗路邊嗰度有啲坑坑洼洼凸起嘅路面之外，再冇其他。而且自己心中亦都冇詭異出現嘅嗰種驚懼感。坑坑洼洼嘅路面應該係詭異爆發嘅時候人類嘅反擊造成嘅，咁樣嘅痕跡喺好多城市都有。目前仲只係直市外圍，佢哋負責嘅區域唔係最熱鬧嘅街道，而且仲只係外圍部分。喺度仲只係一啲低級詭異，嗰啲難搞嘅嘢仲遠遠未出現。再加上長期同詭異作戰，三人都已經適應咗呢種生活，因此都冇咩壓力。夜同徐林浩兩人雖然都未到序列4，但都算係實力強勁。外圍嘅呢啲低級詭異根本唔係兩人嘅對手。三人嘅神態都有啲放鬆，只有夜一臉怒容咁啤實兩人。奈何佢唔可以講嘢，因此都只可以啤實。你係唔知？就喺徐林浩滔滔不絕咁講住當初喺綠洲，夜喺陳野同楚切兩個賤貨嘴裏面食別嘅時候，嗰個叫郭玲嘅少女突然身體一僵。郭玲，你？就喺徐林浩詫異話啱講完半截，突然感覺到一種毛骨悚然嘅感覺。郭玲微微低頭，見到自己嘅心口探出一截粉紅色嘅滑潺潺脷。夜瞬間做出反應，拔刀，可惜已經遲咗。嗰粉紅色嘅滑潺潺脷微縮，只見郭玲成個人俾帶住縮咗翻去。喺郭玲茫然、驚駭、不知所措嘅目光之中，嗰少女俾一個巨大嘅嘴吞咗入去，就好似喺度吞一隻蚊。而嗰巨大脷嘅嚟處，正係頭先坑坑洼洼嘅路面處凸起。嗰度邊係坑洼凸起嘅路面，嗰處凸起就係一個巨大嘅癩蛤蟆。嗰啲麻麻煩煩嘅皮，仲有嗰個堪比一座小山一樣嘅身體，都令人不寒而慄。蛤蟆嘅嘴裏面仲有嘢喺度瘋狂掙扎，將蛤蟆嘅嘴撐到凸起一塊塊包。三人啱啱就係從嗰度行過嘅，但乜都冇發現。邊個能夠諗到嗰度竟然有咁樣一個怪物？上一秒嗰活潑靈性嘅少女仲同自己講講笑笑，但係呢一秒，嗰少女已經消失唔見，就好似頭先嘅講笑只係一場夢。徐林浩雙眼瞬間發紅，發咗癲咁想伸手去捉住郭玲。唔等徐林浩動作，隔籬嘅夜已然嬲到極，將郭玲還返嚟。刀光乍現，末日狂想者車隊節選一人。第609章爛好人。你陳好你咗半日，都未將自己要講嘅嘢講完。對面嗰幾人一臉感動，但都係講：陳先生，你係話叫我去，你去？陳好連連點頭，面上嘅焦灼微微緩和。大順王朝負責嘅地盤並唔喺直市，亦都唔係最熱鬧繁華嘅街道，因為大順王朝嘅車隊都係得2名超凡者。喺沉默議會嘅眼中，大順王朝除咗嗰架車，其超凡之力仲係偏弱嘅。雖然小胖子嘅大車睇起嚟好威風，且編號排名唔低，但其大部分能力都喺防禦上面。或許從綠洲離開之後，小胖子對呢架車做咗啲改裝，但其戰鬥力如何，仲係有待觀察。由於大順王朝嘅超凡者嚴重不足，甚至連領路人都冇，因此佢哋今次行動，車上帶咗唔少普通幸存者。至於呢啲幸存者係做咩用嘅？前面係一片居民樓，居民樓嘅1樓係各種臨街嘅鋪面，有五金鋪、小超市、細麵館之類嘅，甚至仲有一間某鳥站。見到呢個某鳥站，小胖子就心喐喐啦。呢度肯定有唔少仲未攞出嚟嘅快遞，裏面話唔定就有好多合適嘅嘢。反而居民樓之中，可能並冇咩油水。要知道，當年詭異末日爆發得太快，好多人根本就嚟唔切喺屋企儲存好多物資。正常人屋企都係儲備2-3日左右嘅食物。經過2年時間嘅腐敗，有啲食物已經唔係變質嘅問題，有啲甚至已經化咗做灰灰。除非係嗰啲預先知道消息嘅，先至會有所準備。因此，面前呢啲幸存者，佢哋嘅任務就係去探查嗰間某鳥站。
就算得唔到食物，只要可以得到一啲其他嘅物資，到時喺基地嗰邊，話唔定都可以換到唔少好嘢。呢度唔係旅遊區，周圍唔少呢種小高層嘅民房，睇起嚟舊式，似乎係冇咩油水。當初被分到呢一片嘅時候，小德子好唔滿意，讓普通人去探查，死亡率唔好太高。只要嗰某鳥站裏面收埋詭異，呢啲人怕係一個都返唔到嚟，因此先至有陳好嘅阻止。有着一顆聖母心嘅陳好，佢嘅一啲行為令人睇到氣悶，有時候恨不得抽住佢耳仔叫佢收埋佢個可笑嘅聖母心。但如果有咁樣一個朋友，絕對係一件人人都羨慕嘅事。能夠同咁樣嘅人成為一對，都係好多人羨慕嘅。比如大順王朝車隊裏面嘅幸存者們。不過，叫佢哋去探查嗰間菜鳥站嘅任務，係佢哋嘅皇帝落嘅命令。小胖子對待普通人嘅態度，同陳好對待普通人嘅態度，幾乎就係兩個極端。喺小胖子嘅眼中，呢啲普通人就係工具；喺陳好嘅眼中，呢啲人同自己冇咩區別。呢個都係點解陳好同小胖子關係一直唔好嘅原因。陳好唔願意離開小胖子嘅車隊，一方面係與陸序列嘅副作用，對於當年諾言嘅執着同堅持，因為與陸序列語言就係佢哋嘅力量核心。一旦唔遵守自己嘅承諾，佢哋自己嘅力量都會受到影響。另外一個原因就係呢啲普通人，如果冇陳好嘅參與，大順王朝嘅普通人怕係早就死清光啦。呢個嘢有住可憐嘅聖母心，佢唔允許呢啲事發生喺自己眼前。至於陳好點解同公平車隊佢哋關係比較好，係因為公平車隊至少保留住一絲公平。雖然呢啲公平睇起嚟係咁嘅可笑，但都算係有，總比嗰啲將幸存者當成奴隸同私有財產嘅車隊要好得多。就算公平車隊最惡劣嘅陳野，都有自己嘅底線。呢班被異想者副作用外日影響嘅人，個腦已經壞咗，裏面裝嘅全部都係所謂嘅忠誠。如果以前小胖子嘅副作用仲未有咁大嘅威力，但經過咁長時間嘅相處，呢啲能量已經侵蝕咗呢啲幸存者嘅大腦。陳先生，我知道呢個係你嘅好意，但呢個係陛下嘅命令。此時，隔籬嗰架巨型遷徙車上面，小胖子同小德子冷冷咁望住呢度。小德子話：陛下，若是陳將軍去，萬一有咩閃失。小胖子冷哼：無妨，叫佢去。到時若果佢遇到危險，朕及時出手，定然能夠救低。小德子眼睛微微一亮，身體微微曲住，咁樣一來，陳將軍必定對陛下改觀，到時定然能夠死心塌地。陛下英明。一個小小馬屁奉上，聽到小胖子面上嘅肥肉震咗震。而此時嘅現場，陳好白眼都快反到上天去啦。不過喺見到呢班人唔聽勸，仍然要去執行所謂嘅任務嘅時候，陳好忍唔住啦，直接率先衝咗出去。與此同時，一粒膠囊被丟入嘴，嗰係治療口吃嘅藥。如果呢啲人因為呢個原因死咗，佢會一世都瞓唔安樂。以吾之名無敵。一種奇怪嘅能量喺陳好周身日散回蕩。仿佛呢一刻嘅陳好就係一名百戰沙場嘅大將軍。陳好毅然決然咁衝入咗嗰間某鳥站。兄弟們，我哋唔可以辜負陛下嘅信任，跟我衝！講完，其中一個帶頭嘅帶住眾人衝向嗰間某鳥站。只係當呢啲人啱啱衝到站門口嘅時候，轟！一陣爆炸聲響起，甚至仲伴隨住一陣氣浪，直接將幾人掀飛出去。然後喺所有人嘅面前，之前嗰個居民樓喺眼前轟然倒塌，眾人目瞪口呆。隔籬嗰架巨型遷徙車瞬間有咗反應，兩支炮管直接從車體之中伸出嚟，瞄準咗廢墟之中，並且架車已經開動，隨時都做好咗逃走嘅準備。小胖子眼神驚懼，死咁睇實坍塌嘅居民樓。結結結，一啲奇怪嘅笑聲從坍塌之中傳咗出嚟。唔單止有奇怪嘅笑聲，煙塵嘅廢墟之中，似有打鬥同怒喝聲傳來。有一道人影喺度同咩奇怪嘅嘢打鬥。快走，你哋快啲走！
斷斷續續嘅聲從煙塵之中傳出嚟。之前俾氣浪擊飛嘅人，你眼望我眼，係傻嘅都知道呢度發生咩事。大家雙腳戰戰，心裏面驚到極點，佢哋都想逃，但佢哋嘅皇帝未發話，佢哋自己都唔敢做啲咩。就喺呢個時候，一層層牙齒從地下冒出嚟，好似捕獸夾咁，將嗰啲人一口咬低，血濺射，混合住驚叫響徹整片夜空。而嗰架巨型遷徙車已經一溜煙咁跑遠咗，一炮都未放。死胖子，死胖子，你該死！以吾之名，爆爆爆爆！煙塵之中，只留低咗發咗狂嘅爛好人。第610章猩紅狩獵。嗡嗡嗡，無數嘅蟲仔從黑袍人嘅身下鑽出嚟。唔止於此，黑袍人嘅袍上面都爬滿咗各種各樣嘅蟲仔。呢啲蟲仔差唔多同米粒咁大，密密麻麻咁爬喺黑袍之上，只要睇上一眼，就令人成身起雞皮嗰種。伴隨着結結結嘅笑聲，蟲仔喺黑袍人嘅周圍形成咗一片片嘅蟲雲。如果有導演睇到呢條友而家呢副模樣，肯定會認為呢條友就係天然嘅反派形象，擺喺電視劇或者電影裏面，根本唔使 BGM 配合。呢個就係養蟲人，一身係蟲，以自己嘅身體作為蟲竇嚟餵養呢啲得意嘅小家伙們。或許只有佢哋自己先覺得呢啲小家伙得意。而另外一邊，隔住小蟲兒足足上百米之外，林清哥一副由頭避到落腳嘅表情。仲有隔籬嘅叛逆少年，就算同為一隊嘅隊員，兼且仲有血緣關係嘅親戚，但林清哥同烏鴉都係有啲頂唔順。雖然已經唔係第一次見到呢副景象，你哋兩個，養蟲人桀桀笑住，想對兩人講嘢。你唔好過嚟，你唔好過嚟。林清哥同烏鴉異口同聲咁講。小蟲兒臉上有一種哀莫大於心死嘅感覺。佢只係想講，你哋兩個放心，我嘅小寶貝們唔會傷害你哋㗎。結果冇諗到，佢哋兩個嘅反應咁大，有啲傷心咯。真係，嗰個二弟啊，你想講咩就講啦。你知道我女仔嚟㗎嘛，我都會驚㗎。你理解下就好啦。雖然已經係成個基地少有嘅序列4，但女仔怕蟲呢件事，仲係喺林清哥嘅基因裏面。小蟲兒語氣一滯，但都係講大姐、三弟。按照小蟲兒嘅講法，呢啲蟲仔對詭異之力有超乎尋常嘅直覺，無論係收埋喺土裏面嘅，定係隱藏喺黑暗裏面嘅，都逃唔過呢啲蟲仔嘅探查。有呢啲蟲仔喺度，根本唔使擔心俾詭異偷襲呢種事。就算係隱藏得最好嘅詭異，都會俾呢啲蟲仔揾出嚟，因為呢啲蟲仔就係以詭異之力為食。平日裏，養蟲人已被發生成詭異之力餵養。嚟到直市之前，小蟲兒已經3日冇餵過呢啲蟲仔啦。呢啲蟲仔早就餓到癲咗。而家一旦呢啲蟲仔發現咗詭異，絕對會一擁而上，前赴後繼咁將詭異吞食乾淨。當然，為咗培育呢啲蟲仔，養蟲人冇少落功夫。不僅如此，養蟲人身上可唔單止得呢幾種蟲仔。與此同時，只見嗰收埋喺黑袍之下嘅頭殼額頭上面，突然鼓起咗幾個好似旺仔小饅頭一樣嘅小包，成個額頭都係呢種小包，細細粒嘅，一個黐住一個。好快，再次令人頭皮發麻嘅一幕出現。嗰啲小包之中鑽出一條條白雪雪肥嘟嘟嘅蟲仔。呢啲蟲仔好似細個嗰陣養喺雪花膏盒裏面嘅蠶。呢啲肥嘟嘟嘅蠶從額頭鑽出，一半身體繼續留喺養蟲人嘅額頭裏面，另外一半則好似眼鏡蛇一樣昂住上半截身體。從外觀上睇，就顯示養蟲人嘅額頭上生咗角一樣，但呢啲角就係由呢啲白雪雪肥嘟嘟嘅蟲仔組成。呢啲蟲仔昂住頭四周圍聞下，好似喺度感受緊咩？又好似喺度警告緊咩？甚至呢啲蟲仔嘅嘴裏面仲發出嘶嘶嘅叫聲。反觀養蟲人自己，好似冇事人一樣，面上露出得意嘅表情。一轉身，發現大姐同三弟竟然距離自己足足有200幾米嘅範圍。
之前距離自己先得100幾米咋？唔係嘛？老子就咁值得你哋嫌棄？大家仲係親戚嚟㗎？你哋就係咁對待親戚嘅？你哋嗰個二弟啊，我同三弟有事，你行先，你行先。林清哥甚至都唔敢多望楊松仁一眼，就連叛逆少年烏鴉都係一副你係大佬你行先嘅樣。呢個時候，叛逆少年根本就唔知叛逆呢兩個字點樣寫。幾個少年唞晒大氣咁圍住一個神態怪異、着住睡衣嘅嘢。好明顯，面前呢個着住睡衣，兼且睡衣上沾滿血跡，兼且仲有鮮紅嘅血液從睡衣嘅內部不斷滴落，仲有嗰3米幾長且如同蛇一樣扭曲嘅頸上頂住一個得人驚嘅頭。呢個顯然就係一隻詭異。呢班少年唔係打住循環就係閉環，頭上嘅頭髮都係五顏六色，其中一個仲係光頭。此時都好狼狽。呢一隊正係俘虜車隊。俘虜車隊有住大量嘅序列1嘅超凡者，且大家嘅年紀都比較細，能夠戰鬥到而家呢種程度，已經算係唔易。雖然眼前呢隻詭異只能算係低級詭異，頂多算係低級詭異之中稍強一啲啫。喺戰鬥圈嘅外層，嗰個搽住黑色唇彩、齊耳短髮嘅少女，抬起雙手做射箭狀。就喺呢個時候，少女手腕上面有啲咩嘢轉咗出嚟，係新鮮嘅血肉。呢啲血肉喺少女手中快速組建成一把血肉大弓，同泰坦序列嘅血肉武裝有啲似，但呢個唔係能力，顯然係一種奇物。大弓嘅外表生成紅色嘅鱗甲，血肉大弓好快成型，弓弦都喺形成之中。一支由血肉組成嘅箭都喺形成，呢支箭好似擁有生命一般，成支箭身仿佛會呼吸一樣，微微咁跳動着。3、2。嗰詭異向少女呢邊望咗一眼，隨即發出驚恐嘅尖叫。佢感覺到咗致命嘅危險，佢想要逃，發咗癲咁逃。3米長嘅頸同頭，好似細路仔地放嘅風箏。詭異四肢落地，拼命向前衝，似乎係想逃離呢個地方。箭發，下一秒，嗰支血肉組成嘅箭直接貫穿詭異嘅頭殼。嗰支箭好似一隻貪婪嘅吸血蚊，瘋狂咁吸收着詭異嘅某啲物質。弓名：猩紅狩獵，序列名：獵人。野子，而家你係隊長，你話點算？擔台別指住嗰橫額上面嘅幾個字，呢度有生人。